Hello， 歡迎收睇新股速遞啊！今日介紹嘅 IPO 叫做 IFBH 上市編號6603嚇。咁大家有冇飲過一隻椰汁產品咧寫住 IF 咁就呢個係佢嘅母公司銷售咧就泰國飲料椰汁水為主啦咁就6月20號開始招股，25號朝9點30分截止認購上市日期係6月30，發行價格25.3至到27.8入場費5600蚊多啲，集資額11億多啲。睇翻同飲料相關又唔係國內嘅一個品牌嘅話咧，我自己睇法可能會慢熱少少嘅咁同一啲內需相關未必係真係咁應市場嘅炒作主題咁就大家就睇下會唔會認購啦。我係證監會持牌人，以上講過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